会从车起哩。台湾的天父上帝万信，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。天父上帝，阮伫固定教会，无论阮来时间长也短，你透过阮伫遮三角建立你听的团契，你听的教会，互阮无论阮的年岁济也是细，你互阮同齐去做你的圣殿。阮伫你的面前奉献阮的金钱，奉献你上赐互阮的金钱，是要做圣光的路用。阮也要奉献阮的性命、阮的精神、阮的全人，伫你的面前，诚做活祭，互你来用。阮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下面我来报告吼。伫报告的头前，咱先掀开咱的周报的同尾仔面，咱来读本周的金句。咱用国语加用台语读一遍，咱先读台语吼。各地若求叫主伊的名，会得救。咱用国语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OK， 咱即摆掀开咱的周报，